爷，开园了啊，开园了，这樱桃不错，还行。你看樱桃咋样？可以，有红有白。拿给你这给你扎。好吃。天热，你尝尝没嫩。好吃。我落在这儿没长，我给你长。好了，这不了。我还称好了，这50块钱。咋？这个都50块钱？这是啥樱桃呢？都50，可贵了吧？称对不对？称对的，么么哒，咱这称绝对么么哒。50块呀？这啥樱桃呢？你看熟人这么一件给50块钱，可贵的呀！别，水果么？走，那算了，那俺都不要了，再下可来。哎，咱来回呢，这可不要了。拿走，哎。